一次性捐款，登入你嘅賬戶進行捐款，然後按鍵一次性捐款，選擇你想捐款嘅項目，選擇或輸入捐款金額，然後按鍵確定。你可以同時捐款俾一個或以上嘅項目。填妥所有捐款後，核對總額，按鍵下一頁。如果需要正式收據，請勾選我需要收據，然後請填寫收據抬頭。確認所有資料正確後，按鍵確定。選擇付款方式。第一，選擇信用卡付款方式。先閱讀、同意並接受使用條款同隱私權政策。按鍵前往付款，輸入信用卡資料。你可以儲存呢張信用卡嘅記錄，方便日後進行其他捐款。按鍵確認及遞交。第二，透過其他付款方式，請上傳付款成功嘅截圖。按鍵確認及遞交。感謝你嘅慷慨捐款。當款項確認收妥後，收據會自動發送至你所登記嘅電郵。你可以透過捐款記錄即時查閱你嘅捐款。請按年、月查閱你嘅捐款記錄。點擊即可以查閱每筆捐款嘅詳細資料。